先天八卦，乾兑离震，从左边开始。所以逆时针，乾兑离震，来右边顺时针，右上角1点钟方向顺时针，巽坎艮坤喜顺坎艮坤。后天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，对，好像是顺时针了。乾坎艮震巽离坤，对。乾为天，坤为地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对上缺震阳雨，巽下断，艮复晚。前3年坤6断，天地相对，对上缺，艮复晚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震阳雨，巽下断。